主席，我想跟進嘅係編號107。政府咧啱啱就講咗嚟緊會全面檢討嗰啲行車隧道收費，亦公布咗2023年隧道收入嘅開支。我哋實政圓桌對於未來嘅收費模式都有啲嘅睇法，同我局長分享。先講三條過海隧道啦。我而家有個表，三條過海隧道咧就分別賺5.3億至6.7億。如果用者自負收回成本嘅原則，佢哋就要大幅減價。但我哋實政圓桌咧就唔同意咁做，因為如果咁做咧，港島就會嚴重擠塞，所以咧就一定要 keep 住呢個水平。至於其他嘅隧道咧，大老山隧道就賺2.6億，獅子山隧道賺1.3億，一定要減價。香港仔隧道微蝕就1,600萬。可以維持一樣收費或者加少少啦。8號幹線呢就慘啦，勁蝕2億，城門隧道又虧蝕5200萬。呢兩條呢就一定要加。所以對於呢8條嘅隧道呢，我哋嘅睇法呢就係4條唔喐，2條要加，兩條要加，2條要減。另外啦，最精彩啦，9條免費隧道，免費咁啊，梗係條條都蝕㗎啦。蝕得最金嘅咧就係中環繞道，每年蝕1.5億，所以全部免費隧道理應都要開始收費，可能3蚊啊5蚊慢慢咁樣就唔係一次過收翻成本啦。咁咧政府就會開始有一套貫徹嘅理念啦。實政圓桌咧對於隧道收費嘅原則係用者自負，收回成本。如果個別隧道例如大老山、獅隧，但係繁忙時間咧，佢哋就一定係要收費嘅。否則就會逼爆，但係其他時段呢，佢就大幅減價，因為佢整體要減啊嘛。咁如果去到免費，佢都有得賺嘅話呢，我哋就會支持佢繼續賺。即係唯一我哋支持一條隧道賺呢，就係話佢其他時段係免費，繁忙時段呢，佢為咗分流呢，就要加，咁都有得賺呢，先至俾佢賺。咁啊，局方呢個認唔認同啦？我哋呢個原則。如果認同嘅話呢，今年5月31號政府收翻大欖隧道收費，試咗1年之後呢，如果真係好似你哋咁講賺3.2億嘅話呢，咁就一般同非繁忙時段應該大幅減價，減到收支平衡。咁如果唔係呢，你哋就根本毫無貫徹理念，繼續七國咁亂，俾人嘅印象呢就有啲不知所謂啦。局長，請你回應下。好，陳局長。多謝田議員喺呢方面就住隧道收費嘅一啲唔同考量同埋原則咧，都提出佢嘅意見嘅。咁其實我諗呢個正正就係睇到咧，我哋就住全港嘅一啲隧道同埋主幹道嘅收費嘅政策同埋個考量咧，係一個好多角度嘅一個嘅問題嚟㗎。咁我哋亦都咧會講咗就住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個詳細嘅檢視啦。而有關涉及嘅一啲考慮因素啊，同埋有冇一啲咩嘅具體嘅建議同埋我哋個策略係點呢？我哋稍後亦都希望喺第2季之內啦，會去交通事務委員會咧作一個全面嘅論述。我都希望咧就係話咧能夠達到咧一個全盤嘅一個嘅考慮啦，而兼顧到咧有4個大嘅原則。第一咧就係我哋咧一定要從個交通管理嗰個角度咧要出發，因為畢竟隧道同埋主幹道咧起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發揮一個嘅交通嘅功能。咁所以咧要達到滿足到一個交通管理。第二咧就係用者自負啦。咁而我哋個問題個答覆咧，亦都勾畫咗一啲個營運成本嘅一啲嘅數據。咁嗰個亦都係一個考慮，但係亦都唔可以單憑咧嗰個成本嗰個收費咧嚟到獨立咁樣睇嘅。同埋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公交優先同埋效率優先。而呢幾個原則咧，正正就係我哋過去去處理三隧分流同埋大欖隧道回收之後嗰個收費建議咧，係同議會咧多番嘅討論咧，係能夠即係達至嘅一啲嘅比較總體嘅原則。咁將呢幾個嘅原則放翻喺我哋現時一啲收緊費嘅，或者係以往收開冇收嘅，又或者一向都係免費嘅咧，都應該放翻喺每條隧道具體嘅個案咧，再一個論述，希望能夠有一個共識嘅話咧，我哋就可以逐步咧去達至翻我哋喺財政預算案度提出㗎啦。咁過去我都有提出啦。
特別有兩條嘅隧道啦，係成34年呢個收費都係冇調整嘅。譬如香港仔隧道同埋城門隧道啊咁。我哋會重點睇一睇喺唔影響交通管理嘅呢個考量之下呢，係着力呢點樣係達至到係用者自負收回嗰個成本，以至到可以令到喺財政上邊呢係可以更加有一個持續性。多謝。